喺香港，想同屋企人搵餐有鑊氣又坐得舒服嘅客家菜食下，大家不妨試下我哋今日介紹嘅客家好讚。佢哋最近仲推出咗一個勁瘋狂嘅優惠，優惠由4月30號起，佢哋推出咗晚市3重奏，一次過試齊3款菜式，折實價都只係188蚊，平均一個餸都係60蚊左右，仲要每日唔同款，唔使諗添啊！每日去食都唔會悶。今日我哋拍攝嘅係客家好讚彌敦酒店分店，坐地鐵嚟到佐敦站，揾返 B1 出口出閘，跟住我哋鏡頭行，沿住彌敦道行3分鐘，嚟到彌敦酒店呢個門口，大大隻字寫住客家好讚，入去搭 lift 上1樓，就係我哋今日嘅目的地啦。開飯之前，先帶大家入去廚房睇下師傅嘅功架，呢度強調即叫即製。你睇下呢啲猛火爆炒，鑊氣十足。1個禮拜7日，日日唔同款。而家即刻話你知，每日嘅菜單有乜嘢唔同。星期一有皮爽肉滑嘅沙姜雞半隻，配埋野味嘅薑蔥台山茼蠔，仲有一道清甜嘅鮮茄勝瓜煮魚腐。一開波就咁豐富，最啱幫個胃熱下身啦。星期二有大人細路都咁中意嘅脆皮咕嚕肉，配埋游水嘅清蒸金邊苦等仔，最後仲有一碟金銀蛋水東芥菜平衡飯，成個組合酸甜鮮嫩。星期三有我最推薦佢哋嘅竹筒蒸手工豬肉丸，咬落去又彈牙又多汁，再配多條清蒸苦燦斑魚，加上鹹香嘅豆豉鯪魚油麥菜，呢個配搭性價比超高啊！星期四都好吸引喎，有清蒸珍珠等仔。竟然仲要包埋半隻沙姜雞，配多一碟魚鬆炒菜心，有雞有魚又有菜，客家好讚絕對食到你捧住個肚走啊！星期五 Happy Friday， 梗係要野味啲啦，大廚爆炒嘅碧綠炒斑球，仲有超正豆香味嘅冬瓜手工腐竹煲，仲有白飯殺手野味欖豉骨，3個餸帶大家迎接週末嘅假期。到星期六重頭戲嚟啦！係客家菜嘅靈魂，梅菜扣肉，肥而不膩，再配埋紅炆斑頭腩同埋鮮甜嘅濃湯魚肚浸時蔬，呢3個餸加埋，白飯都食多2碗啦。最後星期日壓軸，有酸酸甜甜嘅話梅豬手幫你開胃，加上風味蒸金槍魚乾同埋清爽嘅頭水紫菜浸時蔬，為1星期畫上完美嘅句號。睇完1星期7日嘅菜單，係咪已經流晒口水呢？大家記住呢個優惠由即日起供應到6月30號咋，全線客家好讚同埋客館分店晚市5點鐘開始就有。喺度提大家，呢個優惠係另計茶錢同加1㗎，同埋有幾個大節日係用唔到嘅。如果你都想試下，就快啲約埋屋企人同朋友嚟試試啦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今日介紹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